前几天啊，这台北车头发生性侵事件，台铁总经理方辉生就表示，会针对治安热点加强巡逻。不过，这台北车头是真快，有学者建议讲，会当警力巡逻为主，监视器监控为辅，结合着 AI 技术，看这旅客敢有奇怪行动。另外，有立委建议讲，会当参考外国设立轨道警察局。那警政署长张永庆表示，会搁再研究。 伫台北车头顺来顺去，到顺签的热点去签名。铁路警察来到车头的大厅，密切注意敢有无正常的状况。现场有真侪旅客拢坐伫涂骹，壁顶嘛打出禁止倒咧食酒的标识。但是同款有家友是违反规定。台北车头发生性侵害的事件，公共安全出问题。台铁和铁路警察局启动加强防护，要落实建警率。巡逻密度的增加，然后重点的这个守望，然后让这样的一个事件 不再发生。铁路警察巡逻的范围是包括车头的大厅、便所、月台，重点放伫治安热点。巡逻是来到每2点钟300以上，确保站内安全。台北车站日前发生性侵的事件，引发社会关注。虽然警方现在已经加派了人力针对热点进行这个巡逻，不过还是有民众担心会出现治安死角。你警察也对他们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待在这，你拿他也没辙啊。 对啊，这个应该是没有用，只是大家看到警察多一点会比较安心呐。那是多一些监视器，那更好。台北车头的站体真大，就算警力是加强巡逻便所、电梯、金融机构，嘛有可能会出现治安的死角。亲像一寡月台的楼梯是禁止通行，但是旅客凊彩都会当下过去。对台北车头的大厅到卖票口、地下商店街，沿路拢有装监视器。有学者建议讲，监视器结合 AI 的技术，但是监测到旅客有无正常的举动，就会当随同步警方来处理。 他譬如说有一些动作是很容易被判断出，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势，然后提出警告，这样子我们在监控室的同仁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，至少可以透过系统来提供，不用一直在看这监视器。学者嘛承认讲要提升台北车头的公共安全，基于的问题是一定要重视。立委是关心讲，台北车头是3铁强固，阁有转运站，民众若拄到问题，常常唔知影要找铁路警察还是捷运警察，因呼吁成立轨道警察局。那我们来成立一个，只要是全台湾的，就是轨道的，就是都这个专责机构来负责。 我们来严厉了，台铁、高铁的这个状况，这看起来就是比较能够统一性了。张永庆表示讲，铁路警察管的是台铁、高铁，捷运是交予捷运警察。另外，立委提出全台湾成立轨道警察局，因会对这来研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